继续来看台北内湖跨园区正前讲有一个二狗咧徛路口指挥时，含一个骑机车咧冤家冤家起脚动手，双方拢提过伤害。警方提醒，这二狗虽然未当甲人发，不过是经过警察机关授权，大家也是爱遵守交通规定。穿乌衫的查甫人甲二狗伫大路爆发冲突，伫拍花花木里，拍甲分袂开，路口放的塑胶笋也变做相拍的工具。只看到二狗摔倒伫涂骹，查甫人是骑车离开。一名骑士因不服路口一交指挥，双方口角后衍生了肢体冲突。两人相拍地点倒伫内湖科学园区，警方调查，迄当时案发路段拄到上下班的时间，属于调拨车道，只开放单向通行。也毋过骑士不服二狗指挥，坚持行这条路转去，双方就弯起来，更加演变做肢体冲突。我们义交大队本身我们就有一个慰问金的机制嘛，如果说他真的是需要说法律的那个资源上的协助的话，我们大队也会有这个机制的。交通疏导也纠纷。双方拢提告伤害，警员以车6人找到30岁细裤骑士，伊讲是对方先动手，也毋过含送罪嫌，佮加一条妨害公务。虽然讲两个人各人讲各人的，只是不服二狗指挥，以早就定有听过。被车违规正越，不满二狗砸车向伊一直进逼，差一点弄起哩，也有车辆不合指挥，硬硬要违规回转，用路人无将二狗当作一回事。警方也表示，因为二狗只有指挥，无裁罚权利。亦交经检察机关同意，并依规定判决勤务，不服指挥得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0条处900元至1800元罚款。就算无开单的执法权，也毋过警方也提醒二狗经过警察机关的授权，协助路口疏导交通，只要不合二狗指挥，也是会当透过警方依法开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